今仔3月20，旧历2月初2是土地公生，嘛是24节气的春分。受到锋面影响，北部、东部佮恒春半岛会落淡薄仔雨。礼拜二就较稳定，也毋过气象署嘛提醒讲，礼拜甲后礼拜3，金门马祖佮西部透早会有蒙雾，所以赛车就爱特别细腻。 现场的人吵，这是南投出名的泡面土地公庙，大家来拜拜求平安，阁会当免钱食泡面。拜五是旧历2月初2是土地公生，嘛是民间讲的头家。台语有俗谚讲，食尾鸡面悠悠，食头家脸喙鬚，意思是讲食尾鸡时阵烦恼工课有变动，啊若食头家时阵，员工喙笑目笑，毋免烦恼，互人撕掉。嘛有另外一句俗谚，号做头家无做尾鸡空。 尾鸡无做年年空，这句话是强调头家祭拜重要性。逐年的2月初2，第拜做嘅叫做头家。哦，啊，即天一般来讲，拢是去拜土地公，因为土地公生日啦。啊，做生意人感觉第一天拜土地公，伊嘅生意会较好啦吼。 3月20嘛是24节气的春分，气象署指出，这礼拜天气变化较大，拜五、拜六受到锋面的影响，北部、东半部甲恒春半岛部分地区会落地渐雨。礼拜锋面离咱较远，东北季风减弱，天气渐渐变稳定。不过东半部山区也是有可能会落雨。至于在未来1周的话，在 明天的话呢，大致上降雨跟今天都比较类似，不过东边的水汽是变得比较多一点哦。那到了3月22，环境慢慢的转偏东风之后呢，东半部地区是迎风面，都还是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阵雨的状况。不过在中南部地区的话，以山区的午后零星阵雨为主。气象署嘛提醒，礼拜到后礼拜3，金门、马祖甲西半部透早会大雾，凡势会影响视线，提醒赛车都要注意安全。记者郭金勇、王志光、王英修综合报道。